就令到雖然3個人咧玩出嚟咧，都好似一個大樂隊咁嘅感覺。咁今次音樂上嘅做法咧，又係比較創新、比較大膽啦。首先，我哋嘅樂隊咧得3個人，而且3個人咧全部玩啲電子嘅樂器嘅。咁因為電子樂器佢能夠做到嘅嘢，佢涵蓋到好多方面，可以做到好豐富嘅音色變化，同埋可以搭到好厚嘅 texture， 咁就令到成件事咧更加有一種懷舊金曲，乃至係去到音樂劇嘅嗰種味道，而且有啲間場嘅音樂啊，連接嗰啲音樂啊，亦都係參考咗一啲音樂劇嘅做法，咁就令到成套劇嘅音樂咧係能夠層次分明、層層遞進。大家好，我係楊建平，係今次頂頭鎚呢個創作嘅音樂總監、作曲以及粵劇改編。